来看国际消息，讲美国华盛顿州是发生全世界第一件人去为着 H5N5 禽流感的死亡案例。也感染员也个确认，这站是引起注意。为何部长赵宗良就表示讲，即马是无证据来显示讲禽流感人为着会来互相话哦。也疾管署会继续监测这个 H5N5 的病毒。对华盛顿州的旅游建议是维持一级的注意。民众若要出国哦，请唔通接触到鸭啦、鸡仔啦、粉鸟啦，才会禽鸟类。防疫人员穿防护衫，处理为着禽流感的鸡，严格防堵病毒来探开。禽流感传人疫情搁再引起关心。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厅2日证实，发生全球头一个为着 H5N5 禽流感死亡案例。它是所谓的低病原性，也就是说它的致病性并不强，所以它要扩大感染的这种机会应该会很少。唯一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它对人体的这种细胞的附着力是不是有增强的现象？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。根据官方公布资料，死者是多占慢性病的老人，当时厝内底有饲禽类，并且伫11月初发烧烧真厉害，人无清楚，也佫有喘气困难这症状。检验结果确认为着 H5N5，并且伫2月不幸过身，真做全球头一站的病例。最近相关部门继续追踪，确认死者徛家环境有检测到禽流感病毒，不过相关接触者检验拢是阴性，无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的风险。那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重组后的变种病毒，那以美国 CDC 目前的评估，还没有造成这个人传人的风险。呼吁国人呢，那么如果有出外旅游的时候，也尽量去避免接触禽鸟。疾管署对今年4月开始，甲华盛顿州旅游建议提升到第1级，将研判大规模传播风险价依然维持。根据农业部资料，咱国今年到即阵总共有72件禽流感阳性案件，疾管署也对相关接触者健康监测，总共列出858人次，检验389件血清的检体，结果拢是阴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